大生理人78岁 ，Trump 伫咧2016年成做美国的第45任总统。经过2020年败选，这是伊第3届来竞选总统，发声要带领美国行向黄金时代。这届上受到关注的，也就是伊的经济政策。Trump 提出要对外来加扣甲2成的进口关税，甚至对中国是要加扣甲6成的关税。 对国内是要减税来进行美国的制造业。另外，Trump 选前嘛有讲到台积电抢走美国的订单，要甲台湾收保护费的这件代志，嘛互各界来烦恼台美的关系敢会起变化。 支持者一直欢呼伴随标志性歌曲大声喊口号，互美国搁一摆回台。拍算二度入驻白宫的美国共和党候选人川普，每一场造势活动，市场的选民拢展现出激动的情绪，毋望川普为美国历史搁创造奇迹。We will make America safe again, and we will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. 这位78岁的非典型政客，将政之路会当讲真戏剧化。川普出生伫纽约红桥区的德裔移民家庭，伊的父亲也是一名生理人，伫小罗斯福新政时期投伫营造业处理成功。1968年，川普自宾州大学出的经济学学位了后，随即加入家族企业，正式开启伊的房地产这个生涯。位伫纽约曼哈顿的川普大楼，就标志着川普真大财富。 只不过做生理也无法度满足川普，伊早伫1987年就展现出对政治的兴趣，但毋过伊多年来几啊摆换党籍，公开发表极端言论。过去捌是美国联邦法官的川普已经过身的姐姐玛丽安，就捌私底下批评亲弟弟拢无原则。虽然安尼，川普又愿意脱离常规的民粹风格，吸引大量美国选民的关注。2016年，伊伫全民投票数挖300万票的情况，摕到270张选举人票，打败民调一路领先的对手希拉里，做白宫的新主人。也说伫川普成做美国史上唯一一位无军事也是公部门经验的总统。 川普的个人成就也伴随真侪争议。美国媒体捌指出，川普伫2016年头一摆竞选美国总统进前，至少有3500件诉讼案，包括商业纠纷、企业破产案、加针对个人的诽谤、加性骚扰指控。另外，川普伫2016年竞选期间涉及的封口费案，纽约州法院一审裁定34项罪名全部成立。其他像2020年总统大选、公务选举、加下定了后，查找白宫机密文件，拢互伊面临几啊件联邦刑事起诉。 This was a disgrace. This was a rigged trial by a conflicted judge who was corrupt. 川普治理之下的美国社会更加分裂。今年7月的宾州造势，一粒枪支弹过川普正耳，互全球惊吓。接落来，佫发生几啊件刺杀未遂，显示美国政治对立，激发民众愤怒情绪甲暴力事件。也毋过，川普有缘无该，碰风唱手讲话本性。这位生理人政客无顾民主规矩，拍算佫一摆入驻白宫。公司新闻敏感订阅。